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應講反抗係進步嘅動力，呢機會係咩本大家有當多嘅思考呢？喺今日嘅節目當中，我係身為一個性我知道非常嘅榮幸嘅，當講用訪問按用嘅主題，呢係老應講嘅。全世界社會有關係嘅主題內容，係按台灣非常優秀、非常重要文學家李巧先生佢嘅作品係《藍彩蝦嘅春天》。藍彩蝦係一個性，佢嘅春天到底點來呢？書地度寫佢嘅新聞，佢嘅春天喺咧鐵出門嘅後背。談起來有到心照嗬，唔盼得。唔過呢，你要再次留呢本書。用了歌舞劇、舞台劇嘅方式，呈現喺大家面頭前，希望有一個 happy ending 哈。今日非常歡喜、非常榮幸邀請到咧係咧劇嘅咧藝術總監嘅係團長，嚟介紹黃炎聰藝術實驗團嘅團長田偉順登達。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田偉順。禮拜呢做了藍彩蝦嘅春天做。藝術總監係香港自中人，咁樣大家。歡迎登達哈，香港咧歡迎咧，你客家字體非常優秀哈，你非常後生嘅金鐘陽體，呢一擺男主角吳鎮迪今天。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係吳鎮迪。我話當然變身咧，地圖嘅男主角係變身咧東ฝ่、東屋。哈，貴妃係嘛？貴妃啊，哈！貴妃。大家平常時看到你，看起來咧是講當電影上嘅寫來嘅咩？哈，啊怪怪嘅寫來啊，唔過廿擺變做怪怪嘅寫來係嘛？又會怪人，又當奇怪，又會騙人，又會欺負人，哎呦！你係危險咯，哈！廿擺登到係你了黃炎聰，哈，你客家實驗團團長啦，一路落做團長做團員，呢一擺咧做幾隻大型嘅。歌舞劇，你係你第一擺大尺度，韓國第一擺做了按敏感議題嘅客家歌舞劇，你自家來做了劇中人，做了藝術嘅總監，你身兼多職呢？我禮拜吼，我要請後生嘅咧做導演，我知道你客家嘅創新吼，佢就講我去好好讓我老嚟出戲吼，做出一本你嘅全台灣嘅鄉親朋友來看。佢嗌就請30歲嘅後生嘅，嘅楊如強，佢嚟做導演。啊，非常優秀。係，佢禮拜呢最主要係去年啦，你藍彩蝦嘅春天，佢翻到西班牙文，啲嘅西班牙，造成轟動，佢嗌做暗好嘅題材，樣板落去中到舞台。當過日本鄉親來南外一隻下新式下冇強樣嘅一隻表演，佢禮拜講正經係一隻動態嘅突破。你啊傳說嘛嗬，你講你啊廚技嗬，你啊咁樣嗬，台題呢做啲嘅封建地位做嘅事情，佢嘅職業係咁樣嘅事，佢嘅都樣嘅啲咧社會嘅代稱嗬，佢都樣嘅代表。讓我要加基本嘅認知，做咧反映30幾年前了解五線。其實藍彩蝦唔係講佢本人，講正經，藍彩蝦係代表台灣嘅五線。卡五線嗬，啲我哋出戲啲輩嗬，看得到當到佢喺度嘅悲歡離合，我嘛希望講，你看下戲啦，看嚟嗬，你啲輩嗬要歌，要客家歌，要客家嘅舞蹈，韓國咧客家嘅戲劇嗰度。反映了30人前，我用最新式的，像百老匯咁樣嘅一隻開頭，做一隻序場。你下係我講咁多，其實唔來看，就會講，你出戲，你地位呢，要當到特色啦，老頭擺客家戲劇冇強樣。東西安尼呢，其實禮拜鄧強講主題是係當特殊啦，因為
因为那本书呢，李乔老师给出版的时间，当时是被禁的。冇错，因为佢恐慌咧，也系讲太写实了，也系讲跳斩杀肥因为嘅刚好给议题。杀肥哈，这个书哈一上架，第二天就被下架。因为以前不能讲这些。19年以后又再版个的，所以这条故事其实你讲当汪当的，其实呢，你啊任何东西哈，只有佢表达的一则，其实我有老俩老师哈，李老师他们讲，其实佢用人哈，你可能提起我来讲，人会进步，就会在反抗。你冲势就对这个一直反抗，你认为太有乜嘅想法？谁呢有谁家下反抗的动力？到儿童期、青少年期、青年，大家时期，你人生就一直挑战，当好。其实刚才讲到了，係講要給他一個色調哈，特別家做埋講汪，其實佢唔係真嘅係汪嘅，佢係當寫實嘅哈。用人講，其實係藍彩霞的藍色，因為地圖又動到不露憂鬱嘅色彩哈。當然你要把頭先角色哈，等到又特別發心思其實唐講政敵就是因為一杯咖啡就答應戒嚴，要動突破挑戰係冇。本來看伊都是紅人的啊，大家。轉咗要變到反應吼，係啊，你嘛當聖經，其實就有啲動有潛力呢，你用辦法答應等到，你用我要答應咯。我其實都也下咩冇答應啊，就係開始佢就講，政敵啊，叫冇看到，也下咧用個舞台劇，很多藍彩霞嘅春天，有一個角色係男主角，係侵犯嘅反應，我嚟試過下冇。我哋就用那一頁啦來設假比啊來講一下，然後我們就見面了。見面過後，佢就拿劇本來，比如講下禮拜要開始排練咧。佢冇問你講好冇係冇？佢問係時間做得冇啦，佢問啊，講時間做得啦，結果就因為你的兩三個緣分係同層嘅，我記得我第一擺看到政敵係唔過少嘅時間，嗰陣時你去啲等到嘅放煙囪，有當場喺做咩？當場喺表演啊，表演旁頭也得，還有錄嘅 DVD，人工嘅書教學教法，跟兒童叢書啦，兒童叢書。古時候你嘅同城嘅劇團呢，等到就有參與，都也下變樣題嘅嚇，佢就講我本你嘅全新嘅機會，唔會仲會做嘅好人，做按有正義感。今年嘅金鐘嗬，咪係你為演嘅男主角嘛嗬，係一下變做動快嘅。係啊，做反應幾好嘅。有關係喎，真嘅啊，唔知道動嗎？韓國因為亞拜，其實你排練嘅時間，我剛去的時候，東年研究冇熟悉啦，鼓手一直到都亞下讓佢就讓慢慢嚟會。同嚟共發以前咪講唔係嘛？哎呦，因為亞個角色莊國輝佢出場唔係罵人，就會打人。哎呦，就係咁。我咧故事係講什麼人啊？廚妓嘅故事，廚妓吼本家係人殺集團，人殺集團吼，怪氣偏氣，然後控制，趁佢賺錢。係啦，佢全部什麼人就降機啊？幾時係個最快嘅？係最快嘅父子集團。對嘛吼，你一時講獨開始唔熟悉有隻好處。佢冇人是正經的人，佢看到人係咧戲地圖的人，他們就會入戲。因為係講佢人唔懂好啊，正經舞台當行一講你，唔會講咧，佢就唔會講，正經懂講舞台當行嘅真情流露。後來讓發覺下戲以後，讓發覺原來佢係好人啊！不過戲劇當中，談起來就有當到精彩表現，係咪？一出場第一句話係乜嘅？第一句話就係4000嘛，困難用班修理。你冇按你見講捱咯喎，當中你蠻捱嘅。係啊。錯。哦，嗰時你即個做按你控制人嘅角色嗬，心感度嗰種是有掙扎嘛。哎呦，我看下劇照。哦。又係也出現人主角地度係嘛？錯，嗰種劇照其實係清明我的報應來的，也就是藍彩霞的反抗。哦，讓此事。
老爱吃。输家命啊，老家命输转去。哎呀，就会反映讲所有嘅观众希望有安尼嘅 ending 咧。故說雖然唔是的咧，不過對我哋來講係歡喜嘅事情，大快人心啊！你係喎。咪佢最主要吼，佢知道咧穿身馬呢，佢一樣嘅吼。救大家啦，有安樣嘅精神啦。本佢哋嘅春天做得來。佢最主要佢老家老母嘅感情當好，佢喺國中，吼小時候喺國中專業，佢老母喺小學專業，就俾佢爸買到時常療癒。嚇，安生呢？點樣講啊？佢說身為南美人，我講好一家，錯冇？錯。一本書真嘅啊，其實看下去有得唔判的，我先做嚇。等下到陣來，你繼續來分享，你戲劇當中，韓國佢就排練，佢就新鮮，又請到聲音嘅素材，好好來讓大家分享哦。人間嘅災難當中，其中千態嘅一種係講，安尼人將人嘅身體當作商品嚟賣，一個商品天條下咧嚴重嘅就未成年嘅人，什麼嘢本人當作商品嚟賣，對我哋講就實在受不了。安尼係全人類都有嘅，幾多年代台灣非常嚴重。邏輯理論裡面有一個講啦，表演和中心的客戶的教訓，一個教訓來在哪裡？有個反抗，係從反抗起家開始，受到不平、不滿，譬如講我不應該嘅東西，如果哎呦一個做人命，所以我就出嚟個災難，喺度嘅一個意外嘅危險呢，只有一條路，起家嚟做，冇唔記得起家嚟做，我付出代價，用超強烈嘅。一個行動不但係捱嘅人，仲係強化出災難嘅一片呀，以命涯嘅付出得到救出來。談到李巧先生，佢嘅演說係咩程度非常非常嘅感動咧？佢講我自家來做，我用激烈嘅行動，所以我想今日讓大家分享藍彩下嘅春天呢出新嘅舞台劇嗬，佢當真實嘅來呈現嗰種嘅心路歷程，韓國你看到社會現象，其實一切都緊呢一種嘅議題，呢一種嘅。生活的場景係你選材哦，是講每一天你平常時看得到，不過佢確實係有嘅，都見到係有。再次來分享鄧導了正題，係，你家下看到李巧老師佢講反抗呢一件事情，然後反抗呢一件事情，我哋講呢度當然你做嘅男主角嗬，佢咩啲反抗？冇唔單槍佢罵人，佢打人嗬，佢反抗咩對人嘅社會一種行為，佢講嘅話咩係？其實我知道呢個年代，對於佢哋來講，反抗真有希望。對他們要試着反抗，你的未來，你嘅未來真有希望，你才可以將做得去做地位，去搞較向數嘅事情啊。咁唔知道做安尼嘅反應嗬，佢完全就按反嘛，有一個落到角色地度，唔看到佢嘅內心係哪一個乜嘅世界。當然有啊，其實。因為台檔大家觀眾朋友看到嘅片段，係佢出嚟去罵人啊、打人啊、咁樣嘅啊。不過大家都係人嘛，就係壞人沒有好嘅一面，你看到好人其實沒有壞嘅一面，壞嘅一面就係佢喺心肝度會有動到嘅問題會打來打去，其實沒黑啊，矮沒黑啊。就我們常常會有善跟惡在打架，故說可能也係角色鍾貴妃給他的善跟惡在打架的時候，可能惡的決定權比較多。從頭會用給 leader 去打，
张张出来嘅答案。係啊，而且我看演出戲嘅時節吼，嗰種生存嘅意念係當強嘅，啊為到愛生存，所以佢要做到決定吼。咁我哋講等到沒有當去拜訪李喬先生吼，韓國透過家係你看到嘅樣片吼，其實佢一切啲強調講，用大家可能是無名小卒，也係講社會大清嘅人，佢要寫了當真實嘅東西，佢一切講到反抗，其實你最大聽嘅是你自家，係咪本意講當到係靈感呀，當到係。其實吼，我係做了出戲以前吼，嘅小說我冇看過，我戲到去見面以前，我自家一種拍子，我擘開就唔知。你希望講擘開唔知？我擘開就唔知，我是打電話本機構講，等到下來，吼，我會送2本書，吼，佢當親切，吼，我就去簽機湊料，吼，倆地盤呢，吼，最主要加倆地盤嘅角色，吼，全部係廚妓啦，廚妓嘅故事，倆地盤呢又講學路嘅，又講關於嘅，吼，嘛又講你客話，嘛又講演出面話，嘛又牙嘅。後來呢，我要帶編劇去到去深談，吼，編劇下筆家下，佢又都事情就小說叫轉化成舞台劇，有些東西他要去濃縮，在哪邊用舞蹈來呈現，而哪邊用歌嘅來唱嘅到，佢寫劇本家下，佢就劇本家下，佢就有安樣問題，就到佢老李老師哈，李喬老師哦深談過。佢有特別強調講，你牙嘅戲，你不要刪掉。你要寫到那個啞巴，那個啞巴係代表一隻上癮。我講佢點講法，他呢小說裡面地本下來，他全身脫光光，來在潑婦罵街一樣，哦，你可以罵講身體有乜嘢好看呢？哦，買裳都按容易，哦，尿，他在跟所有的社會的人在反抗，在抗議，哦，倆點吼都有意思。我嘛有留一個伏筆，我是希望後來我老導演講，我希望這個啞巴呢，後來他要逃跑的時候，他講一些不標準的客家話，沒想到他是會講一點話，我就跳死有個伏筆，我就遲到講，倆戲劇嘅東西吼，地盤又本大家當到想法，因你吼總共有6場戲，8場戲吼，主要佢代表嘅東西。我是講希望講一隻舞台嘅表演，你要當到看樣嘅，來留佢技術，也係講13人看要13種嘅想法。倆地盤吼最主要就講李喬先生，佢到倆下誒，加嘅佢唱加嘅小說地盤，佢哋頭擺，佢主要一隻。對社會最大稱，吼，像倆嘛最大稱嘅，叫做小人物嘅故事，佢讓嘅用家嘅筆法，讓嘅來表達出來，讓佢寫出來，所以佢有家嘅一隻生命嘅一隻看法啦。佢到倆佢嘛，讓我講，我離開以前，啲家屋卡老佢哋叫最主要就係反抗了2隻字，哦，冇反抗，你就唔會進步。確實，你吼從細就老一家，從細就老一家哋嘅反抗，你緊反抗就緊睇，想法又會緊冇強用。你啊，那個東西外在一直在變，你內在的一些自我的心理，永遠唔會變嘅。哇，講到反抗呢2隻字，我就家下談到人談李喬先生佢嘅講話嘅時節，非常嘅感動啊！一直到佢當見聽。當堅持，韓國其實家正啲未講到，也就係人心。其實每個人都安尼吼，無論安尼嘅現象，一出頭擺都見出有，雖然唔判定，佢就係真實嘅存在嘅。家等到講嘅愛唔會講法，不過也就係一種聲音。不是係講你就有安尼嘅同理心去聽到安尼嘅聲音，可能世界會很美好。係喎，好，要擺嘅我看到一海報嘅設計吼，佢嘅意象係當深刻嘅，希望講作本唔單止係強烈天天，本大家好像一顆石頭丟下去，有4場表演嘛，哈，佢其實做動到誒，有很多的漣漪，很多的回響出來，希望你到之後喺做得講。
拍嘛该讲错啦，也讲本台个交流啦。有一个脸书粉丝专业让大家讨论这个女性的议题，也讲谈论男生的心理的状态也可以，也讲你要社会对于性别。对于性，好对了的话题，其實動作就係對吧？大家貴吧，大家貴吧。所以同大家介紹下，咱菜下嘅春天，當用風色，風色是血淚嘛？錯，同大家介紹一下。都有，俩風色嘛，也是代表一個女性的溫柔，都有溫柔，哈，韓國你講俩血，哈血，嗱，你看倆白呢？最主要就舞台當個表，無論係服裝嗰度，全部用風色、撈霧色。哦，霧色，你看霧色有特別一隻社會一隻陰暗面，也乜嘅，全部就做咧撈佢做融合，做一隻呈現。係。呢個白呢，就講我記得啲舞台嘅設計，韓國音樂，韓國倆服裝嗰度，倆度呢，全部就韓國隻。我要特別強一個博士學校嘅教授，哦，佢係戲劇指導，佢會撈家下年頭嘅東西，佢會調出來看，要參考，就看讓嘅啲倆戲劇撈佢讓嘅活化啦。動講就是出嚟啦，係啦，希望做咧做到倆係。所以呢一擺鄭迪係男主角，你的這個搭檔呢？你的藍彩霞係施佑成。哦，撈機要當都係對手戲，哦，機係好容易。唔過第八度佢都係講合法。哦，懂你開。嘅演員呢，佢出咗啲唱歌，同學嘅條件係嘛？好，其實佢嘅世界韓國從11月9號就苗栗開始，到12月21號嘅高雄。係，明年嘅3月14，還有3月15啲台北。哦，大家好好把握機會，做得到安尼。火焰蟲也講，詳細資訊其實你出大亞就做得看得到。等下多咗人我繼續來分享，戲劇地度無論佢哋有彩排故事啦，韓國到底佢哋喺對戲嘅時候會表現出乜嘅呢？等下繼續多咗來復習來了。大家進到復習來咧，今半夜 Rita 同大家共下來認識來分享藍彩下嘅春天咯。你下按照咧進行疑問、愛問呢個來現場搞登島好咧，登島唱搞呢一擺歌舞劇哈，一做戲有音樂，我知道咧音樂對戲劇係加分。哦，佢既然加分當多，哦，做乜嘅戲劇要配樂，你一做係可用嘅。70分變80分，甚至90分嗰度。另外嘅音樂呢，我特別強呢倆後生嘅咪濃嘅肢體，按到黃偉傑。哦。佢最主要佢要觀察倆，嘛係下大青嘅嗰種做倆音樂。佢最主要就係講，去年佢要參加倆客家電視，有一隻節目係專門喺度談共音嘅故事，一隻專輯。我哋 YouTube 當個看到，我就直接落去聯絡。我就講我哋下擺有一隻買社會最大青嘅、最冇尊嚴、最沒有地位、最給人家瞧不起的妓女的故事。我講，我拜託你讓我想，佢我嘛拄到貴人啦佢嘛講，佢嘛答應，馬上答應。我就攞嗰種嘅劇本，我就先基本去看，佢看嚟叫當面見。差唔多前後花有半年嘅時間，讓我哋幾隻戲劇嘅起承轉合，用一行看嘅主題曲有嘅，用嘅變化嗰度。嗰倆擺呢，最主要係續場。我有來講，我要百老匯的那種感覺，要濃縮家下嘅時代，你家下民國62年家下，你經濟起飛，相對住色情行業，天天嘛當泛濫。然後保暖私隱欲，誰發天就提出來係嗎？時代那美音，故所講，就老倆安樣的情境，記住又創造又男人歌、女人的哀怨，乜嘅都好。我哋我們在劇場裡面
各位当澎湃，一开始就不应感觉好，要么住我乱插看哟，一下俩床，一下这边床有跳舞嘅的，希望讲体床就画龙点睛，绕俩床，绕我俩出去让我做一只开头，沙丁呢就两姊妹卖到。50块钱，时常聊地宝。真的，唐一讲眉飞色舞，我是第讲，我甲讲，音乐就是开始系加分，10个加分。系哦。好，你应该答案俩地宝音乐，我俩薯条拿到的俩系姊妹亲啊。你推荐歌曲，其他地图好本大家看一下，来边个来本大家看一下，俩姊妹亲俩系最主要就蓝采虾，然后蓝采云，蓝采云啊，两姊妹，佢喺度让喺啲俩就讲传说嘅生发地辈，两啥去当古家老嘛，因為呢佢當咗做阿妹做高升嘅啦。佢從媽媽強養。佢就從阿妹強養，佢後呢俩地輩嘅故事地輩老妹拄到乜嘅事情佢就會起出來。老妹咧嘅，佢兩啥感情佢嘛希望講，家老妹唔可以做倆傳說咧，希望佢要機會係出去以後，讓佢執到讀書，叫你絕對唔好轉去屋卡咧，你不阿爸買到倆就已經沒有父親這兩個字，因為他沒有父子輩，佢就唔愛阿爸咧，叫你做咧為一家讓我來打拼，所以家倆故事我記得到爆米。馬友結尾也是唱姐妹。其實姊妹情也是嗰個一出來，就會愛觀眾朋友流目姊妹。也就係苦情姐妹花安尼感覺。而且係真嘅很感人，很感人。好，佢夜拜人嘅正地做動畫嘅男主角，呢度一聽要唱歌咩來唱推薦一下，你知道音樂對戲劇用嘅加分，也係講有乜嘅效果，唔知道？我知道就會跟他鄧導講嘅，就會。把你的情感，然後你的心裡想說的話，一直的加分，就是透過唔但槍可以用講嘅，用衝嘅，把你的那個故事嘅彌托，把你然後你想去講嘅話，用衝嘅去表現出來，甜甜嘅旋律去加分。咁你知道，因為你夜拜要做戲，唔本來就當為做戲，夜拜又會唱歌。唐哥要跳舞咩？那以後最困難。跳舞最困難的。其實你跳到當好啦，哎呦，董英哲，你資質懂練的嘛？董英哲，佢當然就對講嘅魔族三步，安尼要嚟練習嘅。你咩要推薦嘅歌曲係嘛？錯，其實我啲地輩，我哋發現最重要嘅一首歌誒，就係《紅玫瑰》，就是紅玫瑰，也就是我們。我要反映嘅，我們開的那個叫色情理容院。對，就是色魔影，就是你的穿錢的工具。我們的公司就很多紅玫瑰。哎呦，然後要地方衝嘅就東快啊！你看，我就會衝本嘅嗰條色魔嘅堂講，我本身我本黑，通勤都唔是錢，我嘅身份證定係鴉片。我冇瞎走，冇去讓人管到點影煙。哎呦！快都快快都你想去同事，冇打折價，好，所以咧戲劇地度透過音樂，一層一層嘅一個表達你的欣賞，從我咧會我拿到咧解脫歌，我知道係每個人其實唔單唱喺地度嘅角色啦，其實佢做得用到。當到咧目前嘅身材嘅自家知道當困難嘅代抄地度都做得用呢條歌曲通講係記得你空警察啊，又係講師兄，你什麼時候是強下什麼唱嘅歌係嘛？錯。哎呀，一定要去看戲，因為呢戲實在當精彩，未當到大家來思考咧社會嘅真實嘅情況，當然家下又介紹到咧有時裝嘅演出，經驗兩場。今年兩場啦，我哋係跨年度嘅計劃啦。跨年度的劇作啊，係哦，叫做11月初9下晝2點半，喺啲苗北演藝中心。你下呢，2廳院嗰度全部要買票。好，12月22日，
下午2点半，伫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志德堂嘛有表现，就希望讲，你全台湾的乡亲朋友大家来看啦，无论讲系客家乡亲，掠出去呢，我希望讲让个跨界，客家本其他族群来欣赏你俩客家歌曲，掠虽然系80%-90%以上係用客話，咁講緊佢哋有兩片嗬，有字幕，有中文字幕，所以有字幕，大家完全可能是的，香港網頁上面是15，是全部喺台灣旗下中心第4點幾片，希望大家都得買票來看啊，安尼我就真會有。盲眼、黑眼，係啊，對啊，這各個地方都要去，大家來捧場。因為你好嘅戲哈，是做時裝整面挺大聲，所以我家到等下講，你聽係這個都做得符合。我倆出戲哈，除了又踩到蠻多紅線啦，競技遊戲哈。希望講，好也快嗬，我咪希望講，大家來批評來指教。我哋嗬有特別準備嗬，我哋有彩排嘅一帶啊，本大家先嚟看一下，來試下大家下。譬如講，家下講到無論係從你做發言啊，嚇，又係講佢思考物計，你寫某一啲你當採購嘅樣嘅啦，係冇？嚇，咁佢你喺現場看到你都彩排樣哦，睇那麼要甩頭髮。你看這個女性的一些特徵是一道，好，你係練你講最困難的跳舞，你哋嚟陪我看。哦，地動我係嗎？地動我，藍彩霞，係嘛？你哋兩曬地動。走。聽，你地動吼，會不會有一些愛情的情愫？地動，你知道藍彩霞？愛到冇。完全就會科技的穿起。他是這些船什麼是他泄慾的工具。對啊。哦。就是黑冇感情嘅，熊英用嘅用。經用50千哦，配音用2千。也懂啊。我們傳兩種相片，這個劇照就是兩很一嘛。錯。好，兩是吳主公嘛。錯。好，石有成嘛。其實也排練給樹峰拿的一個東西，就會到位，也就會給前面會反攻。兩係 ending。錯。哦，韓國倆是係。哦，那啲蔡老闆。也就係藍菜下佢來我公司嘅鐵板。哦。去佔人下嘅。錯。你看，該有些係冇做副嘅啊，脫鐵嘅啊。然後旁邊那些有些妹啊，還有佢後邊有佢嘅些來嘅，佢係舞蹈，就是希望透過舞蹈的方式去呈現他們正在那個氛圍。錯。哦，所以冇簡單哈，我想最尾請兩位用一句話表態反抗的精神，一句話要等到一句話。一句話呀。係。好。反抗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哈，就你經常改變一家，只有希望。好，改變自家是有希望。正啲呢，你除咗反抗係乜嘅？就係我知道懂創業嘅反抗才會進步，反抗才有希望，才有成功嘅。哇，反抗係當有力量嘅。今日再次希望兩位祝福票房大賣，長久哦。好，希望等到希望真啲，我去看戲。希望所有嘅朋友邀請大家一天來共下落到藍彩霞嘅感人生當中哦。希望大家今日收看，邀請大家繼續聽您線上嚟做運動了，張麗了，拜拜。